是没有碰到的，他一直这样。那我知道为什么你们筷子没有断了。对啊。你人他今天落阿婆地吗？有人跟他们说什么吗？加油！对，卷中哦是很难霸天哦。奶油，我不会哈嘎霸通，你有哪一家名家改？奶油，两个大前辈提鸦片。他说的是他们啊。我是大干贝，怎么按香啊？哎，你客家腔很重。系啊，阿婆啦，好像妈妈种的黑朝天椒。我的妈呀！你说话呀，别不说话。怎么会突然间想试吃这个？美国队长，盾牌，嗱係盾牌，哎，佢全部跌落去。哎呦！客家誰嚟？阿嘎谁妹？來打卡。卡馬街。喂！來打卡啦！嘿，大摆看到哈嘎的相親哦，都是來自家自打卡，啊，結果就變卡哇伊呢。哈哈，真勁呢！因為我記得呢，唔單槍上來演導又講客家，又不會做料理，又敢動到才藝哦。因為有一句話我應該談過，好像叫做365行，行行出狀元。不過來到自家自就我改變一下，我想講應該改做行行出大廚哦。要湯嚟嘅嗬。好，阿楊嘅翻嚟今日確實來到呀節目當中冇強樣嘅經驗，如果你家到全部都懂好做料理，等下張老師家到看到大嘴骨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嘅係阿炳師傅。大家好，炳哥好。大家來分享到一家之主最頂一下卡哇伊嘅代表可樂師傅。可樂。馬上來分享到，哇，今日應該係算第一季當中最演最難片來到你節目當中嘅哦，來自屏東新皮嘅姊妹耶，林敬軒以及林君榮，歡迎！又長得很壯哦。哇，哎，笑起來更像哎，有那個卧蠶梨窩的那個，還有那個痣，哦，那個痣愛吃，那個好吃，愛吃痣。好，撒落看一下，白天兩次好來吃，突然兩攤嘅小白種題，記得係大尾戲、大視訊。哇，哎，今天兩位帥哥來到現場，給大家這種顏值碾壓哦。真的，特別到南部上來，一定會帶來兩個也係飯豆腐。該不會是客家做嘅？冇咁厲害，也係料對客家種嘅特產。嗯，哦，凍麵呢？哎，食起來就油油嫩嫩呢。而且南部當食得到誒。君榮我當有心，佢本身呢做一個搞一個行業，錯冇？係行業先生。但係用心哦，哎，他可以跟我們搶工作呢。那有，發通主期。那兩個什麼大前輩？對呀，我們只是貴一點而已。而且敬軒看唔出來，你做媽媽。係啊，人兩個生意呢。用姊妹哦，給平常都懂好煮菜，而且爸爸媽媽生日的時節，還會煮生日大餐。都不好哎。冇到大餐啦，就是家常菜。你們都煮什麼？煮不阿爸爸媽媽選。就一般的，對啊，簡單的。就爸爸媽媽好選嘛，開始然後記得有點菜。家常菜是讓大家最懷念的。對，知道嗎？嗯，好。哦，許夢呢都有嘅飯條豆腐，稍後來看一下白天的入水哦，每日帶來好食的哦。這個是白梅做嘅薑麻片。我超愛吃白梅，也懂對時哦。哎，你剛剛插下去的時候就切切咁乾呢。真嘅，等我食。其實叫馬腿性體凍口啊。那他有教你這個做法嗎？有，好那個薑麻咁嘛，曬乾，哦，篩走了。曬走了，加冰糖。你把梅是不是有教做法，但沒教客家話？對不對？我懂你，對不對？薑麻糖、冰糖、嗯，很好。筍絲，冇耶，嘰，然後你這樣繼續介紹下去，他們的自信會越來越高。好了，最後嘅私訊係應該那個弟弟，該私訊做埋條路，剪頭髮的設計師。那手一定很巧。那這樣看起來，他們兩組都有各自準備了哈。有。從南埔來耶，還有從桃園來耶，抽煙。南北大對戰哦。好，
期待一下。好，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快你先来进行 PK 赛喽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不卡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咪系当重要嘅哦。大家准备好吗？一家之主准备来 PK 咯！到底今日嘅 PK 賽嚟教嘅係乜嘅遊戲咧？嘿，因為大家都非常有基本功哦，所以今日強弱分做兩隻回合。第一回合我考驗大家係穩定度，第二回合我考驗大家係技巧。想看一下我排出馬莎來了哦。Andy 要先拍。穩定的，穩定的。好。誰比較穩？敬軒。他穩定這麼高挑，來，請就位。因為我們自身啊剪頭髮，所以他的手很穩定。哎，那我們敬軒係土生年媽媽，單手抱孩子，兩隻手都可以穩定的。哇，來，甚至還可以抱老公。所以一打開來是小孩。很恐怖哎。那我們就一起來揭曉嘍！3、2、1，搶快趕！嘿嘿，哎，你要水梨美凍對西哈。好好吃。對，所以待會就麻煩二位幫我們削水梨嘍，好不好？有些貴姐讓大家分享一下，4個關鍵字就係一刀莫斷，一刀不斷。就這樣看馬莎拋的皮下衝，假使一斷體，應該屬於是結束。不是有時間的限制嗎？冇，慢慢來拋，慢慢來笑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節目本身是有時間限制，好不好？盡量。那厚薄度提高了走款啊！冇問題的話，3、2、1，比賽搶快時。而且第一道很重要哦，決定一切哦。我們不會一開始就結束了哈。還有，不會啦。厚一點點，才不會斷。厚一點太薄了。弟弟有削水果給哥哥吃嗎？再厚一點點。完蛋，人生初體驗呢。而且你要看鴉片哦，看鴉片哦。看哪一片？妹妹比較在意你的安全。君榮，你應該厚一點，厚一點。你派姐姐出來是厚一點。我好怕我自己會削到手。我們不敢，所以你不要緊張哦，盡量極大化後極大化。你那邊的鼓勵好文言文哦，極大化。聲音哦，這邊哦，剩一點點空間哦。我覺得我們的蠻長的耶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轉彎的地方，轉彎的地方。雖然我是你的隊長，但是遊戲規則就是用斷掉的那一段來說。但是他的也不一定不會斷哦。不要斷，我們不要斷。好想要可以。好了，嘛，台北到屏東有多遠，你就削多長。我們是用斷掉的那一邊，對，還是可以繼續削。你要繼續。然後斷掉那一邊對嗎？不要哦。對，唔怕。OK 了。你要好好斷哦。哎，剛好一個。誰說水梨一定要削得那麼長？短髮的，剪短髮嘛，對不對？有道理。好了，雖然款得動明顯，但是我們 SOP 是否還會久一點？來，敬軒先來。好，拉出各組最長的代表，請就位。哇，最長的代表。我們兩個靠近一下，兩個靠近。好，耶，7個兩個。恭喜風吹地到是歡。好，唔怕，因為兩下實我哋看一下題目配合了。第一題他風吹線兩線的一本，聽一發我教我們嘅呢。好，而家就要為搶大家學7把咯，所以等一下兩位哈幫我們來斷一下7把。但是斷7把運用版來搞咧，等下要1分半嘅時間限制，90秒底部都要看馬莎斷呢7把下到。然後這樣就獲勝，得到1分，好嗎？那每30秒的時候，我提醒一下大家，個速度要夾掉。平常時要練習過啦，君榮冇問題啦。冇啦，我冇練過。平常拿麥克風。你他家欣賞呢？我龜龜是啦，唔會斷嘅。那我們等下弄完了給你吃。好，來嘍，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好了，可以開始斷了。分拿到，分到，分多一點，你用手沒關係。你沒有交叉到。對，你這樣子顛倒，你沒有交叉。哎，聰明了，果然是一消。有什麼關係，對不對？有人要請你吃飯，我來救援。你看，一消臨危不亂，這個就是救人的精神。碰到事情了就要立刻上場。你沒有剪到，斷的。不同方向，不同方向。剪刀要剪這樣子，不是這樣，不是平行線。
我们每30秒。老师，你会不会用剪刀？他想说这个学生怎么那么凶？我可以示范一个给他看吗？應該女毛。等一下，你出你的青筋。哦，寸哈都30秒了。出來没关系，用出来都没关系，对你只要用出一个来，好。等一下再讲，好。等一下再统一讲。不要温柔，老师没有温柔。你赶快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赶快下一个。哎，君荣，你那边，我们先想，我们不用做效果哦，不管别人，我们不用管效果怎么辦？很慘呢。君荣不要笑。剪刀。我倒算10、找过去， 9、找过去。 8、7，全部6，来数好满带有5、4、3、加2、1，有一个，新开头。好厲害！你看，他连筷子都断了，都赢我们了。我们大家先深呼吸一下。君荣，他就是甜美，对，他就是甜美就好。我是没有甜美这件事情。我睇煮飯。我可以剪一个给他看吗？示範一下，示範一下剪一个。给你看好不好？这个剪东西是要这样交叉剪。哦，很快。它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它是没有碰到的，它一直。那我知道为什么你们筷子没有断了。对啊，它从头到尾是平行线。没有摩擦力，没有。哦，君荣，有些人的擅长就是主持。你下一次看到他要救他，救我好了。好，但是师傅来，请就位。風水線來，風水呢度要第2地、3地、4地、5地啊，仲要5地。來看下攬水要幾多隻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1。好，11，因為 N 有講成品盤當夠的掌櫃水，我們算了就是真的碾壓了，好不好？對。靜軒也有得到1分，所以今天很好，好不好？個個得到1分。今日嘅三號看下今日阿朱咪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我哋留睇切格分享咯。對，小朋友超愛吃絲瓜的，因為一食起來甜甜的。然後通常他們都吃蛤蜊，我們都吃。你太了解小朋友了。有特別有年當家煮菜嘅嘛，媽媽應該有啊。有，應該做。拿捧，哇，董宇豪呢？他自身呢？自家食。你龍沙今日來阿波地嗎？有跟他們說什麼嗎？加油！主廚素魯菜，今日阿比師傅帶來嘅乜嘅山珍海味呢？唔過提倡睇起㗎，等下認真看，因為等下可以爭取分數。君榮，好，不要再做效果了。真的，加油！菜名係乜嘅？菜瓜蝦公餅。哎呦，咱也天動時合嘅。也有菜瓜，也有咧係蝦公，咧係花枝漿，有邊咧係漢卵，然後還有咧係片粉，然後香油，咧還有胡椒粉啊，咧都做調味啊，係菜瓜嘅先切。絲瓜蝦餅哦。對啊。你南鋪唔咩有嘅蝦公餅？蝦公飯。蝦公飯嘛，吼。蝦公飯係用乜嘅做誒？做誒？很像歐歐蝦公哦。對對，有點像，然後用炸的。哦，對所以它是有面皮這樣爆落去。對。哦。因為絲瓜一般來講都不卡注意老雞會夾強下，就是蛤蜊下豆嘛。蛤蜊會好食。有特別有人當家煮菜嘅嘛？媽媽應該有吧？有，俺就可以做。可以，煮本身也生嘛，對不對？俺就磨。我相信。拿捧，哇，董宇豪呢？我相信你剛才燉其他燉得很厲害。哦，他自身呢？自家食。哎，絲瓜切到眼泡，係絲瓜。咁拍，等下感覺係摸口感咯。唔係，因為而家糖醋嘅這等下磨合混合，啊會煎那些好磨煎。關鍵下進動態渣咯。木姜一些。啊，你老雞做到蝦泥嗎？菜瓜濃嘅太太，因為較多水分。係，等下因為佢有水分強度，等下我嚟煎那些咁出水，就會散開來。係。給你底底很多水就切片。哦。然後就全嘅底。咁切片都係做乜嘅？你做得那來煮湯啊？哦，凍條。敷臉。對，絲瓜好像可以敷臉。對，絲瓜水。
目前都中油，为什么？给有口感，哦，还有其他就是花枝酱我以。为他说日本人摸西店。没黑，这花枝姜其实买现成的还方便嘛。嘿，还有咧韩卵，贵点要多咯。嘿，不用阿姨。不用先给它多悠悠吗？唔吧，等下我全部会搅搅的。哦，米粉，刚刚那个是香油嘛？嘿，香油、片米粉、胡椒粉，做饼甲系片米粉哦，嘿，不要腌制。面粉做的吗？面粉未做得啦，一些糖，一些盐，嘿，然小白鱼。吹瓜都好买啊。对，小朋友超爱吃丝瓜的，丝瓜因为蛤蜊一吃起来甜甜的。然后通常他们都吃蛤蜊，我们都吃。你太了解小朋友了。现在手工艺的时间。哇哦，这题来问題咯。客家諺語豬頭唔顧顧阿嫲亂的意思係 A 逃避責任 ，B 是非不分 ，C 唔知強窮緩急。现在剪豆沙挑补红嘞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用吹拍给我们有一个常拿剪刀的自身，好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妹出剪豆哦。唔係啊，哦，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？A、B、C、C，你怎么给身位先黑 C？感覺直覺，哦男人的直覺。那我们红队呢？煮点菇菇暗马了。你有谈过吗？伊的意思係講豬沒有顧他膝蓋啊，去顧啊的人应咩？该是逃避責任。誒，哦，A 吗？俺们吃到黑 C，但是好 A 好了，因为可能猪頭過重油啊，啊唔要就去顧也阿嫲落，感覺黑 C 唔過。你不应该选择嘞。哎呀，冇辦法，那 A B 俺又輸哎。好，俺嚟寫 A。好，确定吗？姐姐要不要帮妹妹一下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嘛，欣賞也欣賞，哦，那阿你尊重家庭，尊重欣賞。家怎样？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客语老师敢就紧扣。答案是 C，其中的豬頭係講衝擊的事物。規矩法係講，比喻表迄衝擊的事唔管，一管某衝擊的就是不知輕重緩急的意思。哦，是這樣，直覺是對的。俾孖哥，真的假的？孖哥，真的，當然㗎。你看有哦，猪头唔姑姑啊嘛乱，还有，是有被罵過。所以你看被骂是有好处的而。且有学问呢，对算骂起来蛮长。猪头唔姑姑啊嘛乱。哎，关我什么事？但是军容其实也是正确的，只是因为棍让最显zel嘞哎呀，没办法啦。客语老师的地位又保持住。保住。好，哇，这道毕业开始恰恰恰嘞。对啊，那个红狗记做在东岸不熟哈，喂，小哥，要剪那些，我就甜甜的，不给听一下。魔鬼跟他东岸弄了刮贴。对呀，而且你看很像汉堡排哈。嗯，对，你看那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人家早餐店阿姨。这早餐店是卖这个我都教丝瓜。海鲜煎饼，太赞了吧？嗯，一大早就吃海鲜。要真给蹦翻没懂后，而且做的显周后等等，我是刚刚当节目，嘿，做得，纯汉都某一节哦，嘿，刚才本给维西带转一节目阿婆是哦，好，做得。都得冇，做的。都得。音艺人不是他给你录阿波地吗？有人跟他们说什么吗？加油！这个如果丝瓜、菜瓜干爬地水甜豆哦，需不需要先用盐绕去抓腌去水啊？咪做得，但是佢出水出體嘅時，佢是會將佢嘅口感冇睇咧，切分就睇咧。中小火煎啊，要蒙给哎，俺昨天用气炸锅嘛，可以哦。做得，因為解下就加香油啊，基本上下就都有油。氣炸鍋的噴油都是對。對，唔過一定要揉麵粉吼，便利粉，甜啲粉，咪做得冇應該軟啦，哎，軟做的，軟做得係。它本身就有一個粘合性那。這樣就全部都蛋白質。對，然後有你都會健身的嗎？有啦。你為什麼講的有點不敢承認呢？自身維西，你幹嘛後退一步？太 Q 咧，你知道你一講油，他就說來腹肌沾天涯。他感覺有，因為你要倒閉很像有胸肌呢。有哈，要動態，沾天涯，轉一片，轉一片，
转一圈也看不到胸肌啊。特哈瑞。动怪了。哎，君荣结婚了啊，好，结婚了。可以攞嘅泰式酸辣醬。哦，超讚！一種未做得咯。未做得。所以等一下韓國會挑梅嗎？呢啲梅頭春到啲袂到咧，因為而家要病嘅係漢人。哦。所以而家叫貴仔係漢人也下去，啊，間些嘅咪要嘅漢人香梅就會出來。這個我們大家一個人有1顆吧。1顆嘿。3顆半吧。有人從南部來，斌哥。好。好，會好咧啊！但是按用恰恰講會好些啦。係啦。冇啦，蠻熟啊，蠻熟就咁中啲。其實海鮮應該都要熟吧，只是菜瓜不會進出水。啊，嘿，所以咪總得見到長久。對，所以他要追求那個擦擦。對，電台係打底誒。不然真的不會變做木瓜板誒。感覺很 Q 彈誒。花枝醬只要是煎過都好吃。對，誒，冇問過邊個，你用飯上到你啊好菜嘅靈感嘛？即係啲菜瓜吼去凍天啊配啊海產啊，呢個搭配真緊全凍好水。真的，絲瓜配海鮮就是絕配。因為東風偏粥誒，不卡粥的粥，但是要加鹹蛋。剛剛冇胸都不會加鹹卵。你有冇加入咩啊？誒紅酸蘑，然後嘅芝麻葉，相當於酸絲。可以呢。去油解膩啊。係。做得不用皮蛋嗎？未做得。上不用把它裝死的。都做得啦。有啲咪你做表到有啲斜斜嘅東西先做得。有口感吼，用皮蛋筋有口感吼。對。Q Q 誒。超。那個花枝都有彈牙的效果。它會有多重的。它是擺來做料。好。好。菜瓜蝦公餅。按鈕就好食咯。瓜下公餅，好冇？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！試試看下嘍，滿滿的海鮮味，好 juicy 哦！而且這樣叫菜瓜很當車，哇，驚為天人！有幾鹹卵？因為鹹卵哦，然後嘅海鮮哦，有五啲樣嘅夾梅呢，然後菜瓜喺做啲保持嘅斜斜感覺，主要挑梅是用咧漢卵部分，然後要香梅。好食咧，我喺好烘嚟，可以做本身嘅事。好食，做在周一台灣可以哦。你看哈口的西街啊，直接端上桌，對不對？你講好食呀，睇見寫字都幾好。多謝，回去要吃做飯啊。慢慢吃。啊，你用啥去做嘞？凍好食，凍香。哦，香氣啊，香噴噴呐，對不對？轉起福卡，一定會走步馬上去。阿婆，對，但阿婆都支援你們嫩江了，讓你又好拿。維希最後壓軸分享一下。哎，這個爆嫩椒你好，超讚，你很聰明哎，很會哦。你把那個剩的可以給他，待會去煎鴨泡吃嗎？真的，你拿帶你把那個剩的分他好不好？嫩椒。好，可以嗎？可以嗎？我一個口袋，互相加賴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師傅都講一下。你啊個口感吼，其實講唔是獨特麵，尤其是下講嘅麵條，啊個胡椒粉啊，同個鮮味，同個絲瓜脆度、水分加起來當甜當好食。啊，你想不想嫩江？做得啦，好得，幫起食。好啦，睇次間呢都已經吃飽喝到嘅哈，唔過成績讓他風吹落後1分，藍隊領先1分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子聽嘅題目，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nhà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家家出好菜呢，今天可以係啲嘅新妹嘅，然後先嚟帶來秘密武器都帶喺馬街哦。先可以係風吹帶來嘅呀嘅秘密武器喺馬街，阿妹做嘅辣椒，辣椒，媽媽辣不辣？辣，超辣，對 ，OK 辣。好，家用啊媽媽做嘅辣椒帶來嘅呀出菜苗都馬街。
所以卷中哦是很难霸天哦。奶油，南部的客家霸通，你有哪一家名接嘅？奶油，两个大前辈提压片。他说的是他们啦。我是大干贝，不好意思。看一下小抄。哎，有小抄，有小抄啦观众没有一起来看，叔，冻豆腐呐。他们感情力超好，例如谁几岁谈恋爱，有几个初恋，这个大家互相 cover 啊。那用愛媽媽做嘅辣醬帶來嘅呀，出菜名都乜嘅？塔香辣酱3杯雞，好和諧啦，這個感覺就很好吃，對，感覺就會懂好食，而且也嘅雞肉可以來咩當蘸料。對啊，買那個土雞肉。土雞腿。因為讓媽媽現在會搶高壓，有提點啦。等一下，掌廚的應該是靜軒吧？對，不會是我。你等下介紹料理就好。對。這杯米館有星星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攤開咧細妹嘅秘密，以後我來了解一下男人的秘密，請揭曉。阿婆的脆條乾，哇，阿婆今天很支援呢。哦，阿婆有來，阿婆有嗎？阿婆，要不要對鏡頭前面的阿婆講一下？叫叫他的名字。阿婆按好水按哦。按後生。阿婆嘅脆條乾。哦，但是為什麼會拿這個尊重人家比美武器嘞？從細食到大嘅。哦，所以今天要做還原阿婆的味道，對不對？而你拿出來聊水母頭料理，菜名按到嘛改？阿婆脆條乾嘅牛面，龍眼嗎？肉面，那牛眼，哦係講絲鮮咧，排泄。就東西也唔怕。對，好，很期待哦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好，阿婆款地。兩隊隊嘅正批後生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莎莎開始了，開始，嘎！等不及要進去幫忙一下君榮，不然靜軒會太忙。幫忙靜軒吶，君榮。沒關係啊，來支援，沒關係啊。你家裡都老公煮嘛，哈。我們都出去吃。老公也秒煮，都摸喊啦，你下洗頭。哎呀，天團煙呐，做起。干嘛改動？加嘅調油和高米酒，1 cc 太泡粉。抓鹽。對，抓鹽。媽媽有先幫你們抓鹽。有。媽媽又告台講，這一道菜的精髓跟靈魂係馬改嗎？麻油，而且這個9層塔很經典。對。之前我想逼嘛個料嘛，或者是切馬改。小黃瓜嘅豆嘛個。我可能要有準備新香料哈。對呀，通常會有蒜油、抓醃嘛，對不對？冇蒜頭。對呀，等一下我會加。哦，蒜頭支援一下。支援蒜頭。那我先煎肉。好啊。君榮，你頭擺係好嘛個啊？我係好大眾傳播學系。對，不說以前。哪間學校啊？台南嘅長隆大學。哦。啊，學到傳播以後是開始出來做主持了。冇，我要睇客家電視台做過記者。對嘛？新聞台哦，最正的就是君榮，其他人真的我看不上。各位其他的，記得完蛋了，講炸料啦，公掉啦哈，效果。做記者後來是，後來我要去到企業。去做公關，媒體公關。對。那上頭這樣，摸走公關很大慫嘞。對呀。對，君榮哦，是很難霸天哦。奶油。南部的客家霸通，你有哪一家名接嘅？奶油，兩個大前輩提壓片。對。他說的是他們啦。我是大干貝，不好意思。那靜軒弟嘅君榮去做天師做主持做線上的條路嘛？平常時兩姊妹會打在鼓嗎？不呀，這個問題，挑撥離間嘛。因為你還冇窮下帶的嘛，沒有一起住啊。沒有一起住，對。不過還係不時會打電話，阿公也過節都不會過去啊。你們家只有2姐妹嗎？對，2姐妹。其他兄弟。冇。對，感情力超好。例如誰幾歲談戀愛，有幾個初戀，這個大家互相 cover 啊。講真啊，因為你有調油的關係，所以你要加鹽。要切好來，不用落來好了。
你可能要加速，不然它那边会烧焦。你要姜要先给它，对，要姜要先给它。好，等下锅都炖了。哦。怎么了？紧张，你的手很珍贵，你是美发师。但是讲到手很珍贵哦，你一定走学徒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做学徒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剪到自己手，或者剪到客人的耳朵？第二片呢，就哎呦，剪刀。很少洋葱这样切法的。剪法，少少嘅切。你让它专职就会做义销吗？冇还有配工，你是做乜噶？姜接系一般的服务业。那有不一般的服务业吗？有特殊的，有特殊的动作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给牛饼，牛鸭蛋哈，对不对？肉圆。我们来介绍一下食材有哪一带有好嘞？有猪肉，这个绞肉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挑的是哈铺叶呀，还是谁喂？哈快乐嘅。比较快乐啦，不是比较没有那么贵的，哎，快乐哎，快乐，真的有快乐猪，有正经啊，讲正经嘅，就是比较那个生长环境啊，在那个室内啊，有用个音乐不一堂，用让你不一快乐，让你没有。我有听莫扎特的歌，莫扎特。那其他呢？还有。那该不会是阿婆嘅猪油吧？阿婆来看一下，阿婆嘅菜脯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1.5米武器啊，1.5米武器。喂，真水哦，冇冻寒哦。啊，是要浇水。你刚才找谁说？阿婆，记得进水啊，冇冻寒哦。那这差不多有几度呢？很有几度，很有几度。看一下小抄了。有小抄啦，观众没有一起来看，树薯冻豆粉呐，那这个是什么粉？小抄有吗？忘记贴了，还面粉，而且还中筋啊、高筋啊、低筋。哎，不要再问了。东白行嘛，我信。所以自身算是你看到人家自选业还有，你就把它赖狗了。嘿，也很讲堂哥、堂弟啦，弟弟啦，堂弟，只是发育比较好。嘿，夹卡狗啊，广东人，我很亚狗。嘿，水果，他记得水果，谁叫你要比我高？你们在哪里长大？龙潭，就讲西烟的呀。哎，对啊，可是怎么跟人家爸爸妈妈回了西安都会唱灯歌，一个大杨梅，嘿，哎，讲的回了好多，讲的莫强龙啊，你这个嘚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一边嘚的时候要念自身，冇啦，而且你这个等一下调味对不对？对，但是菜脯基本上你含的哦，你都有先准备的哈，等下狗过来。好。哇，好香哦！皮都香味。我们就是皮都香味长狗了耶。好，鸭架麻油，嘿，麻油，有冇听到？麻油。哎，麻油都别蒜头了，叫麻油在做咧标吗？一般和前面标再加一顺沙拉油，看蘑菇。现在火哎呀，分给它赖到够掉吗？对，它狗因为现在是中小火，要吗？怕它没有熟。我给你中火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加尽量是加在锅子上，不要加在肉上。哦，怕会整个那个。你要不要好好认真学一下做菜？哎，松白就打包的鬼气啊，然后就不用赔给啊。就是要你练习，我们都用心良苦。真的啊，逢迎整猪。那不然你就要训练老公，叫他看节目。好，就一点都不行哦，他撒放传千呐，比叫外卖还香。这个是米酒哈。对，米酒。可是你按头调味料，妈妈来走姜味最后，会被米包上嘎到米哈。味道会不会被盖掉？好的。我们现在煮鸡酒，我要让它焖一下。好。姜某香。那你的火要不要拉高一点点？因为现在可以。大概不给吸一下。嘿，吸一下。啊，等下再加辣椒。好。
最后给它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它的那个妈妈的秘密，对，阿妹去甲炒嘅辣椒。这个里面是有加什么？阿妹就告你哦。伊有酸菜啊，香菇辣椒的，那南就唔知嘅。不過伊去甲種嘅啊，去甲種嘅辣椒誒。那为什么妈妈只有教靜軒做菜啊？中有搞啊，伊都冇睇煮啊，你们家是单传，伊去搞冇睇煮。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很调皮？就你很挑剔。還好啦。可是會讀書嘅係伊呢，你不會讀書啊？係啊，因為啊，即係咩鬼好搞，開始喺冇睇讀書嘅。要翻一下哦。真的好香哦。等一下再。如果真嘅呢，要給熊友，要有種在夾冰。但它最后还有留一点，只会起锅之前。可是这很尴尬，就是我们现场有8个人要吃啊。那现在几个？6个。有一些人可能只有吃蒜头。还有骨头。那我喝汤，我喝汤。他等下要收汁摸痛，慢慢收给他照咯。摸胸摸分数哦。这样子对的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东西还哦。有了哈，有啊，有手。看一下港玉铁水。辣椒，你不是已经用了这种哎？啊，還有就要算配色啦。國謙，我覺得這個你不能吃。中辣，真的嗎？中辣的。他很怕辣。對，謝謝啦。他也不吃，他也不喜歡辣妹。會很辣，黑毛阿空，你夾一些些。我可不可以試一點點先看看？可以朝天椒嘿。對，朝天媽媽種嘅係朝天椒。配豆啊！你剛剛說朝天椒嗎？對，不錯。很少人會生氣啊。我沒有說謊哦。一點點就好。小心。舌頭深一點點吧，尖端就好。應該很辣哦。我的媽呀！有點油水。我很難得看到你眼睛那麼大哎。太辣了。不要累了。朝天椒會比較辣。我沒有逼你哦。哇！太辣了。說兩句吧。你說兩句話，你不要笑我。很火。你說話呀，別不說話。怎麼會突然間想試吃這個？怎麼會突然想？你們準備6塊是對的。6塊大吉，6塊大吉。不用吃嘛哈。 6塊的啊。太好了。太棒了。好，這樣。好了，我基本上我們已經辣贏了啦，辣出一個新高度了。好，那你先夠力咯。好。用鹽，好美哦。用鹽。這個我不會係咪嘅粉啊？叔叔粉，哦，炸粉。但是這邊好奇了，你要手感是嗎？一點點狗狗的手類。那你有加便宜粉嗎？又有叔叔又有狗狗。有。哦，等下還有弟弟妹妹嘞。弟弟妹妹。哎，你們家有其他的堂姐妹或有？啊，記得怎麼個摸落？他們沒有在 IG 收到訊息啊。假油啊，假油，假油同阿姨之後嘛。好啊好啊，還有過來啊。你幾多歲？我32。看不出來哎。我以為你大學長畢業。對啊。黑毛。黑哦。那你呢？30。你們差幾歲天哦？國謙，你真的要檢討哎。來，32、31、30，我比較近嘅，係咪最後生咧？38。好啊好啊，都給你們了。你們會好奇這邊的醬是怎麼做的？哎，好奇。他那個做的講一下，講他就會暗香啊。哎，你客家腔很重。係啊，阿婆啦，我家人超愛阿歐。我也是先努力。盾牌，美國隊長。盾牌，嗱係盾牌，哎，佢全部跌落去。32、31、30，我比較近嘅，係咪最後生咧？38。好啊好啊，都給你們。不錄了，他已經不錄了。哎，這溫度。走對吧？走對了。我怕太高。太高嘞。那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。100，現在170、180。這還好了，該穿不下衣。你先一個下去看看，它等下就會降溫了。我覺得你可以要不要撒一點粉啊？穿不下衣是。混東西就好哎。對啊，你看，它是這樣。走的，落去。可以啦，大家太擔心了。因為我都會這樣。有一點高溫會黑掉。下去啊，全部下去它就要走。通通下就降溫了。
一次下，那不用再圆，好不用再圆圆不了了。圆不了我们就手做料理好了。要有人文。你们会好奇这边的酱是怎么做的？哎，好奇，他那个怎么做的？讲一下。讲他有做。也有笋条，笋条还有乜嘅？辣椒，还有不是那种辣吧？没啦。朝天，你就朝天。我现在两边都不能吃吗？有放糖。哦，有，很好。你说还有在冲条嘛？冲条有。你可能要一直动它，降温一下。用它受热均匀。拉一下都好。係變過去煮嗎？牛腩係變過去醬料煮嗎？冇，你就拎鍋芡哈。哦，薄芡。有冇按姜哦？哎，你客家腔很重。係啊。哦。阿婆食菜哦。很得哦。很破哦。你应该打薄芡嘛，也按你去。它好像刚刚有拉一点一滴滴石頭咧，玻璃芡，就像珍珠丸子。所以菜脯要表到給牛這地步，那你那個醬要表一點嗎？冇，不是。哦，我先離開。冇要緊，你應該要。對啊，你是義消啊，幹嘛改？盾牌，美國隊長。盾牌，那係盾牌，個旋模啲咯。哦，按用。你走開好嗎？這樣枸杞款下好嘞，準備好了吧？哈，好的，好，注意哦。哇哦！哇，當劍石。哎呀，按個嘅小黃瓜。等一下會擺盤用。哦，上線啊。對。哎呀，沙拉都可以。哦，剛有吃蜜通嗎？冇冇。啊？要熟。有啦，眼坤有熟。呢個聽日來上嚟重埋高啦。對啊，豆帶最美。有啦，眼坤有熟啦。這一集快結束嘍。要中狗嗎？冇啦。哦，來擺盤。應該不要。姐姐還是真的比較沉穩，真的哈。哎，你兩叉差幾多歲咯？3歲。那還好啦。對呀。加油，你寫了兜孫了哈。還有哦。現場馬上來兜孫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麵館用秘密武器帶出料理，那部卡斬掉咯。用心的真的冇簡單，而且特別是我們今天參賽者都按黑上，哈，都按辣，沒黑啊，啥啥亂七款。我們下面有配水哦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話。兩組都朝天椒，自我溝通啊。還好啦，辣，唔會辣啦。你們先吞落去講一講。真的唔會同辣啊，對不對，維希？可以配這個。可以配個小黃瓜。不用啊，還是要白飯，我炒飯。我最近味覺失調。那他剛好蛋腸選個醬來是直接附充辣，但是你們是不是還去挑通，也還就跟它綜合？就唔會按辣嘞。有蔥媽媽還沒蔥嗎？應該有吧。媽媽就夠好吃啦。媽媽100分，俺連99分。哇！媽媽覺得驕傲。哎，其實完全不會辣呢。剛剛那碗是特別整我的吧？你自己要吃的，你還記得嗎？有。好，我哋好了，把這下冷水了。好，這個是老配港用鹽。而且這個醬很厲害，感覺很像沙沙醬哎。泰式的那種。哦，海龜真的有點辣哦。算了。還好，就是阿婆老配港當條。下手沒有那麼重，看手感。因為主料就要辣子丸，給它用蹦得跟蒜香母，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刷脆。而且搭這個醬好適合。對，泰式很像泰式那種感覺。酸辣醬吃那個月亮蝦餅，好吃。你都有各位粉啊，還有地本，你有把比例都做到嘟嘟吼，阿婆為你而驕傲。因為阿婆嘞，阿婆在那裡，阿婆還有香哦，懂香。志珍你自己覺得？根本也好醬啊。他這樣，他之前做的不漂亮是？動物哎。所以他們場上型選手，僅僅的比賽動作，我覺得紅隊也是，就不知道是否用半熊，給了款最美的結果了。
紧张了，南翠目前是2分，凤翠是1分。先抢师傅，凤翠抢分数4分。好，预拍，因为比赛刚结束，我看下南翠得到几多分？哎呦，5分！又南翠。好，加什么也是嘿，跌胜唔得了哦。基隆沙抢南浦来呢。其实吼偏带了秘密武器的部分啦，但因为辣椒的部分，所以合作的这边较袂凸显遐，你搞懂无？啊，你遐偏是政策落去，个菜脯的部分哦，加着牛染滴的东西搭配，然后又凸显佢个最主要秘密武器的梅头遐面。好，来谈看下可乐师傅。妈妈的武器啊，秘密武器在余韵来讲，当油你嘛含係当辣，因为你偏爱有多一分的关系，就加个元素较多，啊加个酱加分破的，个油腻感有较强，啊因为加个酱解开我心中的腻感，所以讲爱补你较多分，係原因係。冇問題啊！比賽成績呢已經出來啊，2組按暫定位料理馬上出來頒獎咯！恭喜恭喜！今日呢，不管係4個位，也係4位，全部都表現到當站到，成績已經出來啊！南翠得到7分，鳳翠得到5分，先來恭喜南翠咯！實在你恭喜下第4兩項題得到係3000塊嘅加菜金，總冠軍哦！恭喜！都被專一搶阿婆示範，嘿，越聽。哎，你鳳翠呢得到嘅也咩？誒，也係 T 幾多就冇嘅啦。T 5仔。另外嘅呢係石墨烯不沾生煎炒鍋。好，又做嚟帶回去耶。問姐姐吧。好。今日看得出來哦，基隆沙今天的阿婆的驕傲，對不對？從開始到最尾都來感謝阿婆，有冇感想呢？东凤仪啊，很特别的体验。也是謝謝他。係啊，誒你望眼出面協同嘅威氣，什麼東西不用呀？什麼阿婆啦？什麼阿婆？那這個錢我用辦來用呢？幫阿婆。幫阿婆做道具。吃飯錢。我啊想安條，就搶阿婆出去了，示範啦。出去了，示範。對不對？你們兩個真的是阿婆的驕傲。我們係尊龍咯，尊龍呢100 T 幾多擺參加？聽100，拿到冇誒，很開心哈，很開心啊！今日個朋友就同姐姐搶下來，雖然要拿到聽1名誒，回去後我就拿嘢冇誒，同媽媽給他練習。係啊，係啊，同伊向下練習安尼。哦，真叫我好好嘅練習啦，訓練一下。唔過唔用晒感情當好，幾好。又感覺出也冇卡當火怒安呢。我說不卡做料理天嘅清站到誒，下一次帶媽媽來比賽。好，走地。我說也送俾媽媽。OK，留意。怎麼今日各位小妹都展現出你哦，你後上一代呀，嗬，背後都有一個傳承屬你本地嘅人。嘿呀！下一次我們就把這個背後的靈魂人物媽媽們請出來，好不好？直接兩對戰，對，還有緊張刺激。好啦，咁我跳過呢一大家未看到哦，客家後生已經真正勁厲害咧。無論係講客話，也係煮客菜哦，哎呦，都是一等讚的。反正所有嘅親戚好姊妹，大家強下來參加一家之主喲。一家之主帶你強下來到節目當中，大家都喜分享後面是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長女了。